各位好，我係實德金融集團嘅 Kelvin。今日最主要同大家講咧，就係講關於一個嘅外匯嗰方面嘅市場嘅。咁而咧，其實近日咧，我諗大家都應該會好清楚啦。外匯市場波動性咧都頗大嘅。咁特別咧係集中喺一隻貨幣上邊，就係呢個日元嗰方面啦。因為咧，其實如果大家應該都會清楚，今個禮拜內咧，其實咧分別咧美國嘅央行同埋日本嘅央行咧，都其實係進行呢一個議息會議嘅。咁而咧美國亦都係一如市場預料咧，其實今個月咧係冇加息嘅。咁但係耶倫喺呢一個嘅會後上面嘅新聞發佈會所講嘅説話咧，就令到大家覺得其實佢係偏向更加比之前鴿派。咁亦即係話啦，未來下半年加息嘅步伐或者個幅度咧，其實投資者嘅預期係會有所減慢嘅。呢一樣嘢係令到美金咧係受輕微壓力，再加上連隨嘅第二日嘅朝頭早上，日本嗰方面咧就係都進行呢個議息會議嘅。但係日本進行議息會議咧就未有如市場之前所估計嘅一般，就係進行呢一個嘅減息或者係增加嗰個量寬嘅力度。今次其實講得簡單啲，日本政府咧其實係乜嘢都冇做嘅。但係就係因為乜嘢都冇做，反而咧令到嘅日元咧升咗上嚟，因為啲人覺得之前會加大量寬或者係減息，但係結果係冇咁樣做到，造就一個市場嘅藉口係推高日元。因為呢兩件事係連隨發生，所以令到咧美金對日元即係個 dollar yen 啊，亦都咧係向下跌嘅。再加上因為日元自己本身咧，其實亦都有一個種叫避險嘅功能嘅。而大家都應該知道啦，嚟緊其實市場嘅焦點都會放喺下週末呢一個英國公投上面。但係因為現在咧太多嘅民意調查出嚟咧，其實大家個結果都比較偏頗。偏頗咩咧？就係有啲就覺得留歐嘅人數比較多，有一啲嘅報告咧就反映就脫歐嘅人數比較多。其實形成現在市場咧都失去咗一個大方向。亦都令到咧呢段時間咧，其實投資者嗰個避險嘅意識或者需求咧都係頗濃嘅。亦都係因為呢個因素咧，令到個日元咧亦都有一個額外嘅上升動力。就係因為呢幾個主要嘅原因加埋之後咧，令到個日元咧喺琴晚黑咧，其實曾經一度係見過103嘅大碼嘅。好啦，但係後市點樣睇咧？我相信喺下週呢一個嘅我講英國公投前咧，其實日元依然係會偏強嘅，因為依然會發揮佢嗰個嘅避險嘅作用。但係亦都要值得關注嘅就係咧，因為喺琴日當呢個日元咧上升嘅時候咧，其實日本嘅財務省已經出嚟講嘢㗎啦。講啲咩嘢咧？就係講到明㗎啦。現在佢哋覺得個日元嘅波動唔係反映呢個日本實際嘅經濟狀況嘅。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哋亦都會係進行一啲我想叫做市場嘅動作，令到日元嘅匯價咧係去翻去正常嘅水平。大家都知咩事啦，即係話咧其實佢隨時有機會會做一啲我想叫干預行為嘅。所以呢方面咧，大家千祈唔好就覺得呢段時間咁多令到日元上升嘅因素，我不如喺而家104附近嘅位置再去追揸啦。其實個危險性咧，其實都會頗高嘅。我就會勸大家應該等去到下個禮拜公投結果完畢啦。如果英國係留喺歐盟區嘅話咧，我相信避險嘅需求情緒會急劇倒退。其實咧反之而係大家沽出日元買入美金嘅一個良好時機嚟嘅。希望今日同大家分享。如果有啲咩問題嘅話，隨時歡迎聯絡我哋公司。